喺阿富汗第2大城市克拉特，有座宏偉嘅藍色清真寺叫賈馬清真寺。呢座清真寺起源於1200年前，經歷過多次轉變，先變成我哋今日見到嘅令人敬畏嘅建築。佢嘅輝煌同靚麗係呢個神聖地方嘅悠久歷史同文化意義嘅證明。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泡泡，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賈馬清真寺又叫星期五清真寺，最初只係4幅牆圍住個祈禱廳，但係幾個世紀以來，佢已經擴建成一個面積18000平方米嘅龐大園區。呢座清真寺有460根柱子、444個圓裝祈禱籃同12個宣禮塔，宏偉咁矗立喺天際線。當你靠近呢個建築奇蹟嗰陣，你嘅目光會立即俾佢鮮豔嘅藍色外牆吸引住。呢啲外牆飾有複雜嘅馬賽克同令人驚嘆嘅幾何圖案，華麗嘅工藝同注重細節喺精細雕刻嘅浮雕同巧妙設計嘅幾何圖案當中顯而易見。泡泡研究後得知，呢啲馬賽克同幾何圖案係伊斯蘭藝術嘅重要元素，象徵住神聖同超然。呢座清真寺係虔誠同敬畏嘅象徵，邀請嚟自世界各地嘅信徒聚埋一齊祈禱同沉思。振奮人心嘅祈禱呼喚聲喺空氣中回盪。當太陽將金色光輝灑喺藍色外牆上嗰陣，呢座清真寺變成一個信仰同團結嘅燈塔。賈馬清真寺係一個神聖嘅地方，佢嘅建築同氛圍都令人肅然起敬。當你冒險入嚟嘅時候，賈馬清真寺嘅宏偉只會更加強烈。主祈禱廳嘅天花板裝飾有令人着迷嘅圖案，好似每一點都經過精心製作，創造出美麗嘅交響樂。清真寺嘅宏偉規模令你肅然起敬。當你喺高聳嘅柱子之間穿梭，每一根都講述住虔誠同建築技藝嘅故事。泡泡了解到，呢啲柱子係用嚟支撐清真寺嘅天花板，佢哋嘅數量同規模都反映咗清真寺嘅重要性。泡泡希望更多人可以嚟到呢度，感受賈馬清真寺嘅宏偉同神聖，從中得到啟發同感動。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